丹纳斯风台造成台南市多区民体毁损，市府甲中央合作，分17区共同协助灾民进行修缮。其中，柳营区、麻豆区以及东山区由水利署甲自来水公司负责协助。市长委托市立陪同行政院长杜英泰来到柳营区视察民体修缮进度。爱继续保持热度，甲阮支持就安尼啦，市长。一定。阮是安尼啦，阮老百姓希望这是安尼啦。了解。歹势，互你的生活就不好。恁用心啦，阮就改好啊。哦。行政院伫7月30号成立分家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，无到1礼拜时间。中央负责部分已经有400多户接下当中，未来将以这种新的复原模式全力加速推动，将前进指挥所变成加速指挥所，加紧灾区重建。就中央我们前进指挥所那边的数字，也就400多户在接洽，有150几户已经签约。那么在短短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当中，这是一个新的模式的开始。那我要求。在这个模式底下，我们既然有了开始的经验，就要全力的加速推动。我们要把前进指挥所变成加速指挥所，让它能够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。委托嘛，感谢行政院甲分家南灾后复原前进指挥所的努力，在上短时间内媒合厂商甲灾民，帮助灾民快速找到适合时间的厂商。不但材料相对较便宜，还有政府机关做见证。后续嘛，将吸取中央，全力让灾区早日复原，让市民的生活早日回归正常。台南市政府非常感谢工程会以及前进指挥所的我们陈主委、李副主委哈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很让从7月30号开始成立，一直到现在，中间还经过2天的停班课。那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能够把民众跟厂商媒合，民众不必一家一家打电话，透过这个分区的媒合的厂商，最快的时间内能够找到合适的厂商，而且我们的区长都还在他们合约当作见证人，所以履约是没有问题的。材料的供应跟整体的复原的这个单位面积跟这成本也比较更便宜。另外，针对具有假收、中介受理后生活的灾民，帮我修缮将由政府统一处理，灾民唔免出任何费用。另外，也请经济部发起电器厂商捐赠活动，不仅在修复、检查电器的过程当中，会当让灾民折扣。更希望厂商会当照顾假收甲中介受理后的灾民，捐赠冷气、洗衫机等电器设备，帮助灾民完成家园的重建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